目前台南总共有88里被公告为航空测验管制区，有1级到3级的范围。不过，除了符合资格加户所申请的冷气补助以外，这里长并不知国防部每当要一笔相关30万的测验工业补偿会当来办活动，所以立委林俊宪特别邀请军方召开说明会，吸引超过70位里长出席。会中包括测验分级、如何申请、甲核销流程，都引起济反弹。后1级、2级、3级，阮差隔壁一条理了，阮就安尼抄偌济，你敢知？而且像阮理任一档分47台，是要分安那，对毋对？迄个已经做无公平。你今仔日来房间，搁来逐个里长申请，里长过去若敢申请，人足主动就甲你申请。但是过去是安那，大家拢毋知，因为你拢无完这个资讯嘛。周遭所有的都有，他们现在有冷气补助，我打刚电话给他们看，你有啥那人有冷气，我没冷气。你们当初我们之前去议会开会的时候，空军联队就说要重测，可是他来重测的时候，他怎么测？他就只测了3天，机器就搬走了，就跟我说没有，你们还是维持1级。下底下人开钱爱开到8级的啦，唔通甲阮遮动这种贪啦啦，来，和你公共的料钱当时的来，看会到食袂到。我希望说，既然你们这么好意的给我们这30万，给这些里长来办这些活动，给你们来享受我们这个里长有在为社区在做这件事，那应该这30万的经费要给我们活用，不要用这个方式，你限制那个，就是限制那个，是不是可以将每一笔的预算都直接拨由公所？你长不是大家拢做好个，你叫一当拨，家己拍30万伊啊，伊两米就去按借钱啊。补助是法规保障他有这个权益，所以我们会主动去公告。那针对这个办活动、这个宣导活动的防治经费，这是申请制，例如行政教务啦，真正例如行政教务啦，这我都报了，我们这没有办法补的啦。那你说要今年就开始执行，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预算法的规定就是今年审年的。目前台南的航空测验防制区，需要伫每一档1月31号进前，由公里提出测验改善宣导活动计划书，经过公所送到空军进行审查。对此，林俊宪表示，115年的测验补助经费申请，伫争取以后，现在特别开放各里补件。各区公所需要伫7月20日进前，将活动计划函送空军，超过期限就无再受理。空军呢，它有一笔经费啊，其实是应该要来回馈地方。我们今天特别让所有的里长了解到相关的规定的一些细节。因为其实基本上有资讯的落差啦，因为这笔经费其实已经执行了2年，但是地方都不了解啦。我今天赶快要把这个漏洞给补起来。那同时地方也对于未来的噪音的这经费的申请有很多行政上的一些细节这个其实应该更简化了。那我们也让地方能够来了解。那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希望军方能够加快审查在这个噪音区内各家务的设备的补助了。台新闻军籍采访报道。